星期日，沙田將會舉行今季首次黃昏馬，合共10場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下午4點正。今次我哋將會提供第9場同第10場嘅4格心水，究竟今次策略係咩？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第9場3班跑1000米，8號精彩復星練馬師大衛希斯嘅側身馬有分喺手，連埋外地跑3次都第2，睇嚟比較難出頭，但希斯要爭冠肯定搏命，3格穩陣，揀佢先。1號英雄豪傑上仗傷愈復出跑第3，表現唔錯，騎師哈魯文布文唔放手，排內檔唔使驚塞車，要拖。2號超力量，我哋之前已經提過，呢匹馬係練馬師黎超星黎生親自購入，肯定落足心機教呢匹馬，唔好唔出賽，繼續由即將成為8屆香港冠軍騎師嘅潘頓策騎，3甲要預佢。5號新力好，初跑直路1000米，實力不明，用騎師艾少禮跑，唔似無的放矢，博冷係揀佢。第10場3班跑1002米，1號營造組裝，2號健康快車，6號有愛心得，8號小鳥天堂，10號魅影郭飛。今次策略係第5口馬鐵有多寶，頭關8號做膽，拖1號、2號、5號，尾關互串1號、2號、6號、8號、10號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